你好，我係專研會嘅同事，我叫 Dicky 啊。專研會咧係一間長者嘅社企，其實由2012年咧就已經開始成立㗎啦。其實我哋係希望咧就係令到我哋嘅長者咧可以規劃佢哋嘅享老生活。享老生活嘅意思咧，即係代表其實係令到佢哋係可以幸福咁樣去有一個退休嘅生活啦。因為其實哈佛大學咧之前做咗一個85年嘅研究，嗰個研究咧咁長嘅時間咧就係想揾到老友記喺佢哋嘅退休生活之後點樣對佢哋嚟講係最好。我哋專研會咧呢間長者嘅社企就好着重於點樣建立人同人之間嘅關係。我認為最容易俾人忽略咧，偏偏反而係養老。因為咧，其實有好多好大年紀嘅 uncle auntie 啦，其實你已經係好有一個迫切性去幫佢哋，例如安排安老院啦，一啲照顧者去服務佢啦，甚至認知障礙症唔識得翻屋企等等。咁其實呢一啲咧就好容易咧就可以觀察得到，但係偏偏咧有一啲嘅長者可能係準備退休或者啱啱退休咧，其實佢哋面臨好多嘅心理壓力，或者一啲好現實嘅狀況，例如財務啊，例如佢哋嘅社交嘅壓力啊。關於長者，我哋睇長者嘅一啲誤解咧，其實有時我哋從義工啊口中都容易聽得到佢哋嘅睇法㗎。例如一啲學生義工，佢哋會話：長者啊，咪即係我平時去照顧嗰班咯，會去老人院嗰班咯。哎呀，老人院好臭㗎咁樣。佢哋會有好多咧，就係長者就係等於好難去照顧。咁但係其實而家咧，亦都有200萬嘅香港長者係拎住樂悠卡咧，好中意周圍去玩。我哋觀察到咧，長者佢哋面對嘅挑戰，例如包括社交啦、人生價值啦、身體嘅健康啦，甚至啲財務咧，都好直接影響到佢哋嘅。咁啊，因為其實例如而家好多嘅長者，其實佢哋啱啱退休之後冇咗一個崗位，係突然間一退休之後適應唔嚟嘅。咁啊，二嚟就係而家其實好多嘅長者啦，佢哋嘅可能嘅小朋友，即係而家30-40歲嗰代，都有聽聞過移民潮呢樣嘢啊，好多人去移民啦，甚至係發展一啲更加好嘅工作，例如去咗內地嗰度工作咁樣，咁啊都未必咧會喺一個好近嘅距離同啲老友記就係一齊去生活。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就令到佢哋嗰個屋企嘅照顧啊，或者去到年紀大嘅時候，失去咗一個互相扶持嘅對象。關於咧而家嘅退休人士喺新科技上面嘅接受程度啦，咁其實咧而家好多嘅啱啱退休嘅人士都好叻噶啦，佢哋好容易咧就識得話用微信支付或者小程序去返大陸玩，去吃喝玩樂。原來咧其實好多嘅老友記都會害怕去長壽，好懼怕就係面臨自己老咗需要俾人照顧嘅時期。咁其實根據史丹福長壽中心咧一個人生新藍圖嘅一個報告所講啦，其實去到將來2000年後出世嘅人咧，有一半咧嘅機會率會活到100歲嘅，即係咧其實有一半人咧係好長壽，好需要俾人照顧嘅。咁啊，同埋咧就係香港喺2050年咧嘅預測咧都係會成為第一位。嗰個第一位嘅意思咧就係香港咧會成為第一位就係最多長壽嘅長者。你諗下，有40%係長者。另外60%咧就係忙住去做工作啦，到時邊一個去照顧屋企嘅爸爸媽媽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喺人口老化呢個問題咧係香港嘅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我建議咧就係由佢哋嘅社區需要入手。咁啊個社區需要嘅意思係咩呢？就係一啲佢哋可能係好需要被幫手嘅，而嗰個社會就冇提供俾佢嘅一啲相關嘅服務。好多時候咧呢一樣嘢咧，長者都未必會夠膽同人講，或者拜託人哋去幫手，因為好多長者都係唔想去打攪到人哋。咁啊，不妨咧就試下從佢哋嘅興趣啊，或者其實如果你自己本身都唔中意嘅活動就唔好搞啦。我建議咧就係連你都好希望去好想去玩啊，好想去有嘅一啲服務嗰度入手。Idea Pop 創意想法 keep 住 pop。